咁多位大家好啊，繼續新正頭啊，係年初12啫，繼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馬年進步啊！似乎 Lina Bell 都祝大家日日火雞髀，天天都是味啊！恭喜恭喜啊！今次唔係講中年好聲音4，係講中年好聲音3啊！係啊，做足3怪嘅評審同埋導師韋爾山、伍仲衡啊，同一個畫面啊！大家陣兩個都唔喺中年好聲音4啦，反而可以咧完全取代伍仲衡成為中3嘅評審啊！到家陣反觀韋爾山啦，黐埋伍仲衡度啊，真係冇好處啊！被炒嘅伍仲衡咧，經已冇人夠膽黐埋去啦。但係舊年嘅9月啦，佢竟然同伍仲衡一齊做個郵輪 show 啊！咁就咧擺明挑戰 TVB 啊，兼且係成個娛樂圈啊！點解早喺2023年11月6日所舉行嘅第21屆 Cash 金帆音樂獎入邊咧，零準備兼且唔問人嘅伍仲衡啊，連環讀錯所有歌手嘅名咧，經已得罪晒同行噶啦，唔係有 TVB 中年好聲音評審嘅光環，喂，晨早啊俾娛樂圈封殺啦。伍 Sir 啊，大會咧俾個名單你睇噶喎。其實因為我自己衰嘅，我真係好忙，冇時間睇，咁我又冇理由問人啊嘛。冇錯啦，同樣零準備兼且唔問人嘅洪心怡咧，就係今次呢一集嘅主角啦。阿心怡小師妹啊，你又話做足功課嘅，但係佢金帆音樂獎嗰單嘢咧，2023年11月嘅事嚟嘅，你同伍仲衡簽約係事隔1年之後噶，你冇揾到嘅咩 ？research 得多啲啦，但係 research 完可能我睇咗一啲新聞，睇咗呢個YouTube 嘅數據，咁或者睇到 Google。作為中大人，你又 research， 我又 research 啊？點解我 research 嘅伍仲衡同你 research 嘅咁大出入嘅？你唔係，你係自己去揾啲 facts 翻嚟。啲 facts 係咪呢單嘢啊？連環讀錯名呢單係咪啊？喂，睇完個訪問咧，同行都怕晒佢。你啲 facts 真係好勁啊！佢咧一定有 Google 喎，我咁可能佢即係哇，你同咁多歌手合作過啊？原來所謂嘅 research 全部都係聽伍仲衡講嘅，淨係報喜不報憂嘅。同人合作嗰啲就威水啦，但係啲衰嘢咧就揾唔到嘅。Lina Bell，求其揾啲嘢俾佢睇下啦，唔該。求其揾都揾到啊！伍仲衡同甄妮啊隔岸駁火，都鬧到熱烘烘噶，唔係啩？你咁樣都揾唔到？即係你係憑啲咩準則嚟揾關於伍仲衡嘅嘢咧？小師妹。就係咁諗究竟邊樣好啲咧？邊樣自己會開心啲咧？你 research 嘅重點到底係咩啊？開心啊！即係為咗開心咧，前途就唔理噶啦，係咪咁講啊？小師妹，唔好話相隔咁多年嘅中大師兄咧教精你啦，一個半途而廢嘅人咧，點會對你負責任啊？Lina Bell，靠你啦，帶俾洪心怡睇下佢係咩人啊？佢1990年啊考到入科大啊，當其時人人都想考入嘅大學啊，竟然走去教琴啊，學都唔返啊，搞到俾科大踢出校啊！一個自己人生都唔負責任嘅人，點會負責你嘅人生啊？洪心怡小姊妹，伍仲衡咧當時讀科大嘅行徑咧，同佢家陣啊簽阿洪心怡咧，簡直係一模一樣啊！就係霸咗嗰樣嘢，但係又棄之如敝履啦。要明白啊，佢當其時霸住嚟讀嘅學位咧，每年政府啊係資助成差唔多10萬蚊一個學年嘅。3年咧就總共成30萬公帑啊，即係霸住個學位，人哋啊讀唔到，佢自己咧冇心讀啊，好心就唔好考科大啦，一早讓個學位出嚟俾人啊嘛。原本咧30萬我嚟訓練一個土木工程師咧，因為佢浪費咗啊，咁啊少咗一個土木工程師嘅誕生啦。同佢簽咗洪心怡咧，乜嘢都冇為阿洪心怡做咧，個情況簡直就係一模一樣噶喎。唔係話我唔讀，係我讀到俾人停咗學，成日走晒去夾 band 啊、音樂學會幫手啊。科大真係好辛苦啊，考好多試啊，我肥晒。講到呢度咧，又要推介下兔仔啲片啦。家陣大家講呢單嘢講到熱烘烘啊嘛，我1年幾前咧，經已話洪心怡跟錯伍仲衡噶啦。但係網上成班人咧都撐阿洪心怡嘅決定啊，話跟得好啊，得
到自由啊，好勇敢啊，夠膽反大台啊！但係我嗰陣時咁樣評價洪心怡噶，自由啊，你梗有自由噶，你食西北風食得好自由啊嘛。嗱，我就有片為證啦。但係大部分談論緊嘅朋友仔咧，十居其九啊，都係撐過洪心怡，撐過伍仲衡嘅。尤其是我至中意嘅大網紅啦，我最愛嘅大網紅係邊位啊？跟開我嘅觀眾咧，你可以留言估下嘅。但佢之前撐過伍仲衡咧，佢梗唔認噶。佢家陣啊，咪一樣跟星島噏乜，佢咪噏乜咯。嗱，佢條片咧就拍咗成22分鐘啊，圖都冇張啊，喺個鏡頭前噏咁咯。但係咧70%內容咧都同呢單嘢冇關嘅，都係噏自己嗰啲個人見解啊。尤其是其中一點咧，好搞笑嘅，就話，好多人鬧我噶啦，唔認唔理唔回應咁咪得咯。總之啊，側側膊唔多覺啊。你話我前言不對後語，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，我唔認，你又吹得我脹啊，係咪先？我話35歲樓下嘅藝人可以參加中年好聲音去藝人賽區，我家陣唔認，你吹咩？我話咧6、7百係啊，許文軒，我家陣唔認，你又吹咩？當初我係撐伍仲衡啊，我1年之後唔認，你又吹啊？你啊真係吹佢唔脹噶喎！到呢一刻咧，佢條片經已去到21,000噶啦。唔係啊，家陣係23,000添啊，搞價會唔會3萬噶？撐出大海都3萬喎，你話荒唔荒謬啊？嗱，睇過嘅人咧，不妨留言話俾我聽咧，你領略到啲乜？等我又學下嘢啊嘛！我嘅摯愛何止係大網紅啊，仲有騙子咧。嗱，好多人都講洪心怡呢單嘢啊，但係深得兔仔心嘅係呢兩位噶啦，不外乎都係老作啊，揼下波鐘啊，喺度9唔搭8，噏咁樣啦。你想聽真相又或者來龍去脈之類咧，佢哋並唔係呢個範疇噶噃。嗱，騙子嘅特色係咁嘅，一個主題咧要出好幾條片嘅，可能奉行少食多餐喎。好似洪心怡呢單嘢啊，個個都係出一條片嘅啫。佢出到第二條片啦。嗱，第一條片咧個封面好似叫做咩理想啊、靠山啊、咩再揀之類啦。第二條片啊，啱啱出冇耐嘅咋，上錯測船之類啦。嗱，佢見第一條片咧差唔多成萬 views 啊，見人哋咧有成幾萬 views 啊，佢梗係覺得唔夠喉啦。可惜啊，佢又成日講道理啦，講啲道理咧我聽極都聽唔明嘅，講八卦啫，唔使講大道理啊。小朋友聽住嚟瞓覺都幾好嘅。佢尤其是第一條片啊，竟然話懷念伍仲衡喎。哇，伍仲衡係咩人啊？哇，值得你懷念喎。同埋你見佢中文程度有幾差啦？懷念用喺咩人身上嘅？哎呀，其實因為我自己衰嘅，我真係好忙，冇時間睇，咁我又冇理由問人啊嘛，真係好值得懷念啊！交啲嘢俾你做啊，話冇時間，唔事先去準備，唔識咧又冇理由問人噶嘛。哇，咁嘅工作態度真係值得你懷念喎。嗱，伍仲衡，你同騙子嘅做人態度咧，簡直就係模範嚟噶。謝君豪都忍唔住咧，要贈你哋2句啊！或者你唔介意自己唔專業，但係你有冇諗過啊？你令成個行業都蒙羞。撐得伍仲衡嘅人呢，掂啊，掂在咩呢？冇做過功課咯。伍仲衡係咩人啊？平生不識伍仲衡，人稱侮辱也枉然啊！咁樣羞辱參賽者，都仲有資格做評審嘅咩？我覺得個 key 太低啦，佢低到咧，直情，我就覺得好似有個阿婆喺度跳緊艷舞咁。可憐嘅1號姐姐，當其時啊，同伍仲衡同齡嘅咋，竟然俾佢侮辱做阿婆跳艷舞喎，人生最大嘅羞辱嚟嘅喎。咁樣侮辱參賽者，你竟然話懷念佢？嗱，騙子，你既然認同得伍仲衡嘅所作所為咧，即係你都係啲咁嘅人啦。嗱，平時都唔覆留言嘅，哪怕得嗰10個8個留言咧，都唔會覆嘅。咁尊重你哋嘅話咧，我就唔明點解你仲睇佢啦。話晒啊，啲讀者啊，鼓起最大勇氣留言噶嘛，你覆佢係最基本嘅尊重嚟嘅。兔仔啊，有全部都覆啦。因為兔仔相信啊，你喺得留言區度講嘢咧，正如喺條街度見到發哥一樣啊。發哥會點做啊？邊個搵你影你都影噶？影為睇咗你咁耐嘅戲，多留1秒俾佢哋完成佢哋嘅心願嘛。你哋睇咗兔仔咁耐嘅片，多留幾秒嚟回覆你哋，都係應該嘅啫。更何況你哋何止係兔仔嘅朋友啊？睇我大咧，喺電視台拍電影。
到而家，佢唔覺得周潤發係一個演員或者明星，佢講到好似屋企人。講翻啦，伍仲衡霸住一個科大嘅土木工程學系學位，嘥晒啲公帑30萬啦。佢簽咗洪心怡，一樣係乜都唔做嘅。嗱，佢當初屋企人話讀大學，其實走去玩音樂。缺席率所有都 absent， 基本上係唔敢同屋企人講嘅，屋企人交緊學費啊嘛，瞞唔到幾耐啊！科技大學寄咗一封停學信去屋企。伍仲衡，你今次封停學信呢，就唔係科大寄出去啊，係星島先寄第一封啊。兔仔寄第二封嚟踢爆你啊！佢話因為簽洪心怡俾無線炒魷，成件事根本就係大話嚟噶。大家試諗下，當初無線話炒佢，成件事由頭到尾都係伍仲衡自己一個人講理由噶噃。嗱，個個都信晒佢，係兔仔從來都唔相信嘅啫。佢講你啊信啊，佢夠講足成年，話同 TVB 關係冇問題喎，佢冇敵人喎，你唔係咁都信啊嘛？失去咗中年好聲音評審工作，佢同 TVB 現時嘅關係又係點？不嬲都好啊，由細睇 TVB 大，點知佢冇搵我，可能我冇聽電話啫，冇敵人噶。大家睇唔睇到隔籬小肥嘅表情啊？擺明就係伍仲衡講大話啦。小肥聽得出，大家都聽得出，佢擺明係大話精喎。哇，無線打個電話搵佢，佢冇聽到喎，有留言噶嘛？哇，擺明咧伍仲衡停留緊石器時代啊，今時今日有 WhatsApp 噶嘛，冇聽電話喎，邊個信啊？從來簽洪心怡俾無線炒呢個理由呢，根本就係伍仲衡嘅片面之詞。上市公司發咗聲明話唔係，你哋唔信；樂易玲講，你哋又唔信，反而信個騙子，信伍仲衡呢個大話精，唔係啩？助理總經理黃德惠回應表示，嘉賓、藝人或者歌手同唔同無線簽約，完全係自由嘅個人選擇。另一仲話唔少報道話原因係佢截胡 TVB 簽洪心怡。啲報道都係聽伍仲衡自己講嘅啫嘛。嗱，嚟緊聽埋樂易玲點講啊？我覺得我哋使乜要搶人啫？我哋自己再辦一次比賽，就已經有好多人會報名噶啦。嗱，講得出做得到啊！即刻咧成紮星秀出咗嚟啦。嗱，個個咧靚仔靚女啊，歌藝同埋美貌並重噶噃。似乎咧大家都俾伍仲衡洗咗腦 PUA 咗啦，高估咗洪心怡嘅重要性啊！又講翻個智雲飯局啊，伍仲衡咧喺節目入邊咧矮化 TVB 嘅影響力啊，嚟到抬高自己喺網上嗰個人氣啊。其實我諗喺疫情之前，你都未必知我係邊個。我唔知你知唔知？我開咗好多直播，我邀請咗好多歌手，差唔多超過100個。阿長師兄上嚟我度噶，話係俾面無線，唔係俾面你啊嘛。你請得上去，咪就係無線嗰啲人。阿洪心怡咧就咁俾佢昆咗啦，以為佢真係網上咁有影響力啊！我相信呢啲人睇都係睇個嘉賓，唔係睇阿伍仲衡噶咯。嗱，佢嘅言下之意咧，即係話我要捧紅洪心怡啊，單靠我伍仲衡嘅個人 channel 咧都夠晒皮啦，使靠你 TVB 啊！嗱，心水清嘅觀眾咧都睇得出啦，條友係誇誇其談嘅。嗱，家陣咧收視啊，每集2000零到啦。但冇咗 TVB 嘅加持咧，果然啊，伍仲衡係什麼都不是啊！嗱，放心，心怡，我同你個 live 咧，家陣有成30幾萬人睇啊！一定可以捧紅你嘅啊！家陣好似話去到40幾萬添啊！Yo TVB 使乜驚啊？係喎，你當初啊上伍仲衡嗰個 live 啊，哇，點擊率好似好好咁，哇，家陣累積到45萬添，喂，咁點解會紅唔起嘅？因為好多人睇呢條片都係八卦心態，根本咧就冇睇你3個鐘嘅。喂，聽一首歌佢都照計噶嘛，個點擊率。NFL 帶大家睇下個真相啊！喂，自從呢次之後，佢仲有冇同洪心怡開 live 啦？呢條片唔計，呢條片咧係特別活動嚟嘅。哇，唔係話點擊得嗰4萬2？喂，上次45萬嘅，咪即係1/10。喂，點擊率嘅嘢梗係有起起跌跌噶啦，我啲收視都好唔穩定噶，我都試過有30萬噶。嗱，by the way啊，嗱，今日就揭曉佢哋嘅身份啊，你就會見到我10個都估中晒啦。嗱，我以兔仔嘅公信力話俾你哋聽啊，我嘅分析準程度咧係高達99%嘅，所以伍仲衡講大話，昆洪心怡，仲昆埋你，炒魷根本就唔關簽約洪心怡事嘅。更大嘅鐵證咧嚟緊啊！
大家擘大對眼睇下啦。若然伍仲衡真係咁緊張洪心怡嘅話呢，喂，點解唔繼續做 live 啊？換句話講，除咗第一次 live 之後，係冇再同洪心怡做過 live 嘅。伍仲衡又話你個戰場喺網上嘅，點解唔同阿洪心怡每個月至少做一次啊？喂，真係咁緊張洪心怡的話，冇講話每個月啦，每個禮拜做一次都應該啦，係嘛？但你哋唔好諗埋一邊啊！我只做 live 啊，唔係做其他嘢啊。嗱，我講堅噶，但若然佢哋嘅關係真的話呢，應該唔止一個月做一次嘅，即係拍片啊。嗱，就算普通咧10零分鐘嗰啲片呢，都冇同洪心怡一齊拍噶，即係擺到明係借洪心怡過橋，唔係真係想捧佢啦。何止啊，真心捧啊，點會年幾啊先得嗰2隻歌啊？第二首仲要唔係阿伍仲衡作噶喎。嗱，大家睇下啦，作曲咧係3個人名嚟噶。喂，監製話係伍仲衡喎。嗱，唔好唔記得，仲有另外一個名啊。咁佢參與程度有幾高咧？擺明呢首歌咧，等佢自生自滅噶啦。為人詬病嘅就係個 MV 啊，擺明就係零成本啦。嗰啲所謂嘅動畫都唔係動畫嚟嘅，啲 JPEG 圖連埋一齊，仲要好恐怖嗰隻。首歌係10月尾出嘅，係咪愛嚟配合萬聖節噶？擺明係阿伍仲衡整蠱洪心怡噶啦，即係好地地咧拍佢個樣唔得嘅，係要整個咁嘅 MV 嘅。嗱，洪心怡自己都有問題噶，首歌你自己嘅，身為中大人，喂，我都識整動畫啦，你會唔識？你由得個 MV 做成咁樣？嗱，等我示範整個動畫過你睇啦，速速畫個你呃人，你呃人，我唔再相信你啦。喂，整個0分重作有幾咁難啊？喂，用呢個動畫咧整成首 MV 嘅話咧，肯定掂啦，就唔係42000噶啦，係42萬噶啦，至少。仲有添啊，有心幫洪心怡作歌咧，就唔係話年幾啊得個2首啊，你每個月作1首都不為過係嘛？你職業音樂人嚟噶嘛？唔緊要，你幫我哋寫首歌，好啊，咁我就用咗突然間靈感一到咧，就用半日嘅時間就寫咗呢首歌《女神戀愛路》。但係祖兒寫呢首咁好聽嘅《女神戀愛路》，只係用咗半日時間啫，點解伍仲衡咧1年幾只係寫到1首歌嘅？係啊，嚴格嚟講，得開頭嗰首《你是我的煩惱海》啊，仲係威係勢咧，除咗自己作曲，仲揾咗林若寧填詞啊。著名填詞人啊，嗱，最後咧有成30幾萬 views 啊，照道理啊乘勝追擊啦，不出2個月應該出多首至啱嘅喎，竟然由3月尾等到10月尾先出第2首，仲要唔係自己作嘅喎，即係擺到明第1首啊萬眾矚目啊，梗係做足功課俾你睇噶啦，第2首啊理得佢噶啦，因為成件事假噶嘛。嗱，俾阿伍仲衡昆到咁樣嘅洪心怡咧，家陣似乎仲係蒙在鼓裏啊。既然想做自媒體咧，家陣咪如佢所願咯。我係有諗過經營自媒體咁樣咯，即係揾下啲朋友拍片啊，拍 cover 啊。嗱，大家先留意下，伍仲衡成個過程咧喺度玩緊電話噶，都幾唔尊重人噶。難怪唔尊重人，因為當洪心怡係工具人。那邊想做自媒體嘅洪心怡啊，簽咗約伍仲衡之後咧，原來拍得嗰2條片就陰公。咦，咁咪同伍仲衡嘅風格一模一樣啦。啊，佢啊做過2首歌，你啊拍得嗰2條片，哇，簡直 perfect match 啊！嗱，講到尾啊，伍仲衡點解要昆阿洪心怡講呢個大話咧？屋企人交緊學費啊嘛，換唔到幾耐啊，停學信，伍仲衡大鑊，俾屋企人鬧到省到暈啦，係嘛？鬧咗幾年。科大時期搞到絕學咧，就怕俾屋企人鬧。若然因為自己唔專業，做得太多衰嘢，俾中星炒的話咧，佢何止俾人鬧咁簡單啊？但要明白，佢做中星評判嘅時候咧，好多人揾佢做嘢噶嘛，唔排除啊工作條款入邊咧有啲形象嘅保證嘅。家陣揾阿洪心怡做擋箭牌啊，佢又成功地啊將矛頭指向 TVB， 啲人只會覺得 TVB 小氣。果不其然啊，佢一話係簽洪心怡，所以俾中星炒魷咧。嗰陣好多人撐佢噶嘛，若然真相係咁的話呢，仲會唔會有咁多人撐佢嘅呢？2023年11月9號第一單就係呢個金帆音樂獎呢，唔準備亦都唔問人，搞到呢
同行都極之不滿，但係俾面中年好聲音，佢哋忍。咁我又冇理由問人啊嘛，嗱，不出3個月啦，佢就撩事鬥非啦。2024年2月期間，就係中年好聲音2嘅時候呢，佢俾好低分劉可啊！雖然周國峰都俾14分，佢又14分，但係陳慧嫻俾18分喎。嗱，陳慧嫻啊露出好詫異嘅表情啦。中2之後呢，陳慧嫻好似冇再出現過喺無線咁喎。嗱，低分啊算啦，你唔好做埋晒啲咁嘅表情啊嘛。原來係咁喎。嗱，就係呢個表情啊，全世界 cap 晒圖啊，好侮辱參賽者啫。你可以不愛，但不可以傷害啊嘛，即係擺明係侮辱啊。我係劉可，我都嬲爆你啦，都唔似呢個表情嘅。我其實覺得好嘈啊，唔好意思。唱歌嗱，去到伍仲衡被炒啊，訪問啲中2嘅參賽者啦，佢即刻落閘話唔識伍仲衡啊，明顯就好唔鋸啊伍仲衡啦。但唔夠2個月啦，佢又整單結塔塔嘅。Lina Bell 話佢又撩事鬥非啊，無厘啦喂同甄妮隔空開火，話基本上咧 TVB 冇可能容許藝人有咁嘅形象嘅，何解 TVB 又忍呢？ Lina Bell 話俾我哋大家聽，原來真相係咁啊！甄妮鬧翻肥媽借嘢唔還啊，查實肥媽躺着也中槍啊，佢冇主動講啲乜嘢嘅。嗱，單嘢咧就係24年嘅4月26號啊，即係同上一單咧事隔2個月嘅啫。既然牽涉到肥媽啦，唉，就算啦，唯有放過佢一次啦。嗱，跟住輪到呢單最經典嘅啦。雖然播出日期呢就係2024年嘅9月8號，但係錄影噶嘛。換句話講啊，即係唔夠3-4個月呢，佢又搞震啊。我覺得個 key 太低啦，佢低到咧直情，我就覺得好似有個阿婆喺度跳緊艷舞咁。其實講得阿婆跳艷舞呢一句呢，要即炒噶啦。若然咁都唔使炒嘅話呢，你話我聽啦，世間上有電視台容許一個藝人講埋晒啲咁嘅嘢嘅咩？一時三刻未炒呢，咁可能要開下會啊，同廣告商交代噶嘛。因為唔少人落廣告啊，都話一定要有嗰4個評審，嗰4個常駐評審。Lina Bell 話佢又撩事鬥非啦，唉，唔止啊，1號姐姐啊，仲有位啊，李月穎啊。佢俾評語嘅時候呢，又係俾到好侮辱性嘅。嗱，呢一首係帶俾人充滿希望嘅歌，你唱到點啊？我覺得好失敗啊！你哋放棄啊，咁樣咯。喂，咁點得啊？阿月穎啊，梗係唔開心啦，但係一時三刻啊冇佢符啦。直至伍仲衡話被炒啦，佢先至放心出篇文嚟講下自己感受咋。嗱，睇下星島頭條點講啊！原來連 TVB 主播林婷婷啊都 like 李月穎個 post 啊，足證伍仲衡個人品啊，平時待人接物咧都係曳豬豬噶啦，撩事鬥非嗰隻噶啦。李月穎篇文有啲咩重點講呢？嗱，家陣咧咁大個人唔係輸贏嘅問題啊，係互相尊重嘅問題咯。佢真係當正自己要俾人供奉咁嘅，對啲參賽者理所當然噶。嗱，錄影完咗之後呢，一直都不是味兒啊，見好多同學仔都有寫千字文話佢噶，我自己都心有餘悸噶。哦，原來唔止李耀穎嘅，好多人呢都好唔鋸伍仲衡噶，應該有向製作組投訴噶。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啊！要炒伍仲衡呢，再要加埋唔公正嘅罪名咯。當然佢真係有咁做噶嘛。TVB 企業傳訊部助理總經理黃德惠回應伍仲衡喺無線炒魷踢出評審名單，確保節目嘅專業性同公正性。嗱，中年好聲音咧，咪有個3-2-1經典大戰嘅，3屆入邊被奉為最佳演繹嘅歌咧，就會攞嚟唱噶啦。黃靖憑借出色嘅和音技巧啊，佢同趙俊成呢首我不會唱歌咧，成為咗經典之一啦。大家都記得啦，之前唱歌得技巧冇感情嘅標籤咧，係伍仲衡俾黃靖噶嘛，佢對黃靖早有偏見噶啦。首歌都係用你嘅技巧唱出嚟，咁成首歌就係一個聲樂嘅 training， 但係最重要係嗰種感動係冇咯。嗱，果不其然喺導師分組戰嘅時候咧，佢特登俾16分黃靖係離譜地低分嘅，其他人都係18-9啊。你幫住佢的話咧，咁會話，佢不嬲都係俾低分嘅。嗱，如果咧唱得好嘅16分，唱得普通嘅又值唔值16分呢？嗱，同一日
唱得普通嘅詹士丁丁同劉曉坤嘅《我的驕傲》，侯靜依同阮慧珊嘅16號愛人都同樣16分，咁叫做公平？伍仲衡評分啊得一個準則嘅啫，俾個 B 嚟啊，唔該。評分魔術彈弓手俾分專益自己有，見到靚女就鬆手，睇你唔順就叮你走，睇你點樣同我鬥同我鬥。79分，咁低嘅。丁酒劉可嗰集呢，連奄尖王周國峰都俾16分，伍仲衡係要俾15分啦，點啊？終於嚟到我哋中三嘅意難平啊，亦都係同一日嚟噶。我哋好中意嘅蕭偉倫啊，佢嘅評分係點樣呢？嗱，我自己決賽嘅時候呢，去過現場啊，有接觸過蕭偉倫啊，佢個人好 nice， 好高大靚仔啊，相信製作組呢好中意佢嘅。我都接觸過劉洋啊，佢同劉洋嘅性格呢幾乎係一樣啊。你見而家劉洋嘅發展係點噶啦？識做人啊嘛，識人好過識字，做人多過做事。佢哋咁識做啊，全世界都會幫佢哋嘅。大家都見到啦，個個都俾16分，周國峰都係16分啊，零零舍舍伍仲衡13，梗係唔公平啦。正所謂咁俾13分，全城都老粉，連劉美君都睇唔過眼啊。但未至於13分啫，係唔係，我13分係中挺噶啦。你講咁多嘢，真係最啱聽係呢句。係啊，伍仲衡又講大話啦，中咩挺啊？你當日俾得最低分，咪13分咯，係最低分嚟噶。咪又睇下唱得差啲嘅，你俾幾多咯？點樣13分啊？覺得你好努力咁樣，好嗌咯，都唔熱血啊！唔係，即係我講句公道說話，幫你13，真係唔係幾啱。嗱，佢13分嘅準則咧，就話人哋努力地嗌，唔夠熱血就13分啦。睇下呢一首咯噃。你愛路過扮對人陌路，你再扮隻穿線遊戲。嗱，你睇下搞到肥媽都要咁嘅樣咧，真係好難得噶。你甩歌詞甩到咁明顯咧，即係擺明就係大失誤啊！嗱，唔明顯識得執生咧，又另計喎，另當別論喎。嗱，大家睇下周國峰、張佳添咧都認同啊，佢差過蕭偉倫噶，都俾14.5分啊。伍仲衡偏偏同你唱反調啊！我係要高過13分啦，我係要覺得咧大失誤都好啲啊。連阿 Bell 話唔怪得阿恒仔噶，因為恒仔家陣咧好攰啊。嗱，睇下佢邊有專心睇到你哋唱歌啫？嗱，對住參賽者啊，藐嘴藐舌嘅啫，又好唔專心啊。因為佢當其時諗緊佢嘅生日會啫嘛。係啊，錄影期間啊，正值佢嘅籌備生日會啊，仲因為收費問題咧喺 Facebook 啊同觀眾展開罵戰啊。嗱，有觀眾咧就不滿佢收得貴啦，人頭收700蚊咧，擺明就係掠水魚啊。你咁講佢咁唔鋸噶，但係佢嘅反擊咧係最冇品嘅，竟然公開對方容貌，作出人身攻擊。喂，呢啲係做 artist 嘅大忌嚟噶，點可以同觀眾爭論到咁嘅地步噶？一發不可收拾噶，做得 artist 嘅梗要面對好多 haters 噶，發爛渣冇用噶。無線一直遵從行業公認嘅規範同道德標準，以確保節目嘅專業性同公正性。無線所需要嘅規範同埋道德標準、專業性同公正性呢，伍仲衡喺1年之內啊，要犯嘅都犯晒嘅咯，係1年之內啊，仲要好多次。嗱，我問你啦，你係老細的話呢，咁嘅人你炒唔炒啦？仲需唔需要阿洪心怡嗰單嘢啦？會唔會伍仲衡呢收到風啦？於是乎啊，借洪心怡過橋呢？有樣嘢你哋冇發現啊，原來佢1個月呢搵成18萬咁多啊！做評審嗰陣啊，會唔會為咗洪心怡唔要呢個月薪18萬啊？係，你問我做咗中年好聲音啦，做咗1、2、3、4季啦，咁去到第4季嘅時候，即係今年咁樣啦。咁我而家去翻嗰啲收入咧，係接近我，具體咁講咧，接近我之前咯。原來周國峰做過助理廣播處長嘅，月薪高達18萬，家陣做中聲係接近18萬呢個人工。嗱，恒仔伍仲衡啊，你真係偉大喎！為咗培育洪心怡成才咧，竟然放棄咗月薪18萬喎，但係你又乜都冇為佢做喎，咁奇怪嘅。參與呢個節目咧，就算冇金錢嘅回報都好，即係非金有嘅，居麻費咁咯。好啦，今日節目嚟到呢度啦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節目嘅話，一定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同讚好啊！唔該晒，拜拜。